海洋公園首個爬行類動物主題展館爬行探索基地聽日就開幕啦。今次展館設喺高峰樂園嘅熱帶雨林區入邊，一共咧有超過20種爬行類動物，以蜥蜴、蛇、蛙同埋龜為主。最大量嘅咧就係蜥蜴啦，大部分都係漁農署日常執法充公同埋拯救嘅非本地物種，好多咧仲係瀕臨絕種動物添。今次咧就介紹其中2位蜥蜴界嘅動物明星啦。犀牛鬣蜥係加勒比地區嘅生物，最大特徵咧係頭上嘅細角好似犀牛角一樣，亦都係因為咁樣而得名嘅。唔好睇佢好似好惡咁啊，其實佢咧係草食性動物嚟噶，最中意食嘅咧仲係藍莓添。藍絲石龍子主要咧就分布喺澳洲同埋印尼東部嘅島嶼，佢嘅腳仔非常之短，短到好似同蛇一樣冇腳咁，而最大特徵咧就係條藍色嘅舌頭。雖然好多物種帶有鮮豔顏色就代表有毒，但其實藍絲石龍子咧係冇毒噶，佢就係靠扮有毒同埋發出好似蛇一樣頻率嘅聲音去嚇走侵食者噶。除咗以上2款，其他例如七彩變色龍、東部深黃蛇等等都各有特色。中意爬蟲類動物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另外為咗今次新開嘅基地，海洋公園亦都專登將爬行類動物嘅元素結合埋大熊貓，推出咗一堆全新嘅可愛紀念品。臨走前記得去睇下有冇你中意嘅款式啦。